老婆，你还晓得今朝是啥个日子？啥个日子叫？今朝是我的三哥正式跟你好平台10周年。哦哟，你还真该，你还真该。当然，那个是三事体哦。还有一桩事体，你再想想，今朝是你84岁生日啊！哦，我今朝是84岁生日。来，我不拿还手机，你看看你学生子来让后播发布那个视频。倪老师好，我在湖北省的艺术团从事平台演出工作非常顺利，感谢老师的教诲和支持。祝倪怀宇老师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艺术长青。老婆，人前才帮了新郎的。哎，你都带在一起的来了，年纪导致了有点无聊子。反推上噻，你准备出发噻？该哪搭去啊？冯玉姬啊，今朝你儿子帮你包子一桌。哦，过岁要帮你，还是走吧。那我谁不晓得呀？那个不拿惊喜哇！冯玉姬3月份来着。舅舅，你还晓得少提个馍，因为外婆属马。属马。生意是好的，迎娶的舅舅提前定个位置，看看一只厅，布置的是相当漂亮，侪是红颜色，相当喜庆。外婆欢喜吃甜食，定参加半夜鱼。外婆，你少了猪脚。今朝儿子、孙子、曾孙侪辣浪。现在冯玉姬过岁个人蛮多，就是外婆不是那样，就其他人来还是一个包场。属于给上一个生日的一个庆祝的一个心意的。对。是无糖的哈，需要吃糖的话，那个有糖包的哈。本来今朝一顿老板讲是免费的帮外婆过，那么舅舅呢定期讲费，因为妈84岁生日呢，一个铜钿1钿来出的。那么大家还是猜猜看哦，今朝舅舅阿爷用脱几角钿？好的。外婆，所以呢，看冯玉姬能够生意一来一海，你到一搭个服务也是灵的。对个，服务态度好。主要是已经有那个新的这个创意出来，这个蛮重要。今朝个生日面套餐来着，每人1份。那个是几件面叫1件了，3件面。就是你吃呢，那个冯玉姬个焖肉是特色，那个叫上牛焖肉。上牛焖肉，不啦？是一个缺点，那种上牛。啊，熬了汤里了还。烧脱的。啊。老婆，那个才是那个生日面哦。祝你84岁生日快乐！晓得。先生生日快乐！舅舅今朝个生日面味道呢哈？面日本吃不老个。外婆俺吃半家。吃半家，那为的汤呢，我不舍得会。汤饭盒子还有蛋干嘞。弟弟。猜猜啥个样子？一瓶馍。哦，一双手的，漂亮的。外甥不出全家门来，来人心牡丹。外婆一个寿单呢，为之好看，所以你到老早就有饭店在讲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。爸爸睡哪？吃得落水是福气。我一人吃我吃。先生个生日蛋糕，我年年也吃到个。哪个给哪个给，来来来。做哪个火哈？这是今年做寿的。哦，那个套餐是吧？套餐。666的。搿只蛋糕桶底也辣里向，所有夯不啷当加起来666，666，朋友们，你到俺菜场。